对抗这流行病上该接做就是爱挂嘴暗，还佫接洗手。来讲到这肠仔病毒疫情继续伫咧加悬，根据统计，台南今年到今特别有上百个班级停课咯。即马这学校也拢有加强宣导。虽然今年重症病例也无讲介济，不过就医生提醒讲，每3年到5年之间呢，就会大流行一届，呼吁乡亲就爱接洗手，预防传染病。 今仔对放甲影片学洗手流程，买手接起洗手台啊，实际做演练。顶个月中旬，台南这间幼儿园，捌因为肠仔病毒停课，嘛有侪国小参托婴中心陆续传出有人去感染到。经过疾管署统计，台南到今累计88班停止上课，那高雄这阵也有41班咧停课。 今仔一礼拜过后，才去转来，学校加强宣导，兼各规家做预防，就惊病毒拖甲规世界。害怕长病毒来，就常洗手。开学到即嘛吼，较大一班不停课，家长有甲老师甲你通报讲，已经有几个老师嘛，警觉就有超过这3个病例啊吼。假日咱就随通知所有家长，拜就莫来上课。 所以都没有交叉感染的问题。老师打扫工作都是用1000 ppm 的漂白水做消毒换气。对，然后那个凌晨3、4点的话，我们都有紫外线消毒灯。今年全台肠仔病毒病例数是10档来上济，台南就超过5000人送急诊。虽然典型镜头会出现嘴破空、甲身躯起浸膜，也毋过医生指出有30%敢若出现脑雾痛、伫临床顶悬，真歹分别。加上若为着病毒的前2天，就会甲人过地输家真歹预防。都会还告诫大家要小心，有没有可能卷土重来？除了我们常见的手口足、疱疹性峡炎或是脑干脑炎，另外就是如果你发现小朋友好像疑似感冒，那突然间手脚无力，那可能就是要注意是不是第68这种要求。台南市的话有5659人次，较去年同期3769人次增加了48.6%。那无论是成人小孩都有感染的风险。今年肠仔病毒的重症病例无真济，不过医生嘛是呼吁乡亲爱细致，因为每3至5天就会大流行，民众接洗手做好清洁才是预防的关键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